来看这件发生伫昨日台北市吉林路的这个严重的车祸，69岁客停车的女驾驶讲伊这个车挡啊大无，全连拢14台的机车，佮弄到一个游泳的教练，害人双脚都要锯掉。女驾驶方用过失重伤害罪来移送，尾也是以10万块来交保，家属无法度接受。啊，这女驾驶嘛哭甲真伤心，讲伊真抱歉。 看到他那个脸了，我就不知道怎么办，我怎么今天会做这种事情啊？面对镜头嘛，真激动的讲，家己真正不是故意的。刹车踩不住啊，踩刹车不是踩油门啊，然后就撞下去，我自己也是魂不守舍了。我为什么安尼一直弄着14台机车嘞？这女驾驶伊讲，伊是为着要减轻这弄击的力头。刹不住啊，那刹不住，我就想最低的那个就是往左边的那个摩托车撞啊。 对外面来当看到10倍下晡，这位女驾驶开计程车，向阳怎跨越双线，向吉林国小门口直接怎弄落去，连弄14台机车，嘛甲拄仔来看车的姓林的游泳教练弄着伤，骹腿被锯掉，到即摆也未脱离险境。警方表示，69岁女驾驶伊的酒测带是0，驾照、营业登记证拢合法。 将伊以过失重伤害罪移送，北检复审了后，女令10万块交保候传。哥到底是零件故障造成意外，也是因为高龄驾驶的问题，检方也阁需要进一步的追查。